兩個娃娃。白雪媽媽有兩個娃娃，一個叫胖胖，一個叫阿花。白雪媽媽做了兩條圍兒，一條給胖胖，一條給阿花。飯菜乾乾淨淨，瓶裏插着鮮花，吃的東西也是雙份的，有粥，有餅乾，還有一根大骨頭。阿花咬骨頭沒有聲音，嚼餅乾也不張着大嘴巴，雙手端着那碗粥，慢慢地喝，不亂濺。胖胖咬骨頭，聲音真大，嚼餅乾張着一個大嘴巴，沙沙沙沙。還有那碗粥也是一邊喝一邊亂濺。胖胖身上黏黏的，沒有朋友跟他玩。獨個兒趴在大樹下，只有小草跟他點點頭，只有白雲給他變魔術。胖胖鼻子很癢趕快找一找小螞蟻，你太可惡了，不到別處去。偏往我身上爬，嘻嘻，螞蟻的觸鬚搖一搖，螞蟻的眼睛眨一眨，我要吃你鼻子上的這塊餅乾屑呢！汪汪汪汪，快走開！我的鼻子不許你亂爬。螞蟻不理他，還去打電話，同伴的們排着隊來啦。這邊抬米粒，這邊抬餅乾。哪邊啊？那邊抬餅乾屑。胖胖養得躲着腳叫媽媽。胖胖媽媽要你洗澡啦。胖胖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阿花。洗澡好，跳到浴盆裏，痛痛快快洗一洗。吃晚飯的時候，胖胖學乖了，係想上圍兒慢慢吃，不要食物碎屑，不忘記抹嘴巴，也不忘記刷